呢位食，上次講到益豐廣場嘅一個檔陰炒飯呢，其實呢度有一間阿陰餅一咧都非常之正嘅，就呢個 Java Cafe 入邊嘅辣絲阿陰餅一。每次嚟呢，就係見到咁樣呢，非常之多人食呢個阿陰餅一噶啦，已經開咗17年嘅。佢哋除咗阿陰餅一之外呢，仲有呢個熱間啊、索當等等噶啦，但係推薦都係食呢個阿陰餅一。又係時候排隊啦，每次嚟都係排隊噶。觀察咗一下呢，全部叫嘅呢都係個阿陰餅一嚟噶啦，台呢係放滿咗呢個阿陰餅一嘅。睇埋相呢係幾唔錯嘅，尤其是有個全比啊，睇落好靚仔。除咗全比之外呢，仲有一碗湯啦、飯啦、青瓜同埋辣椒醬，少咗一樣嘢，甜餅，實在可惜啊！首先呢，就講佢嘅炸全比啦，炸得非常唔錯嘅，外脆內軟，非常 juicy， 再搭配好好食嘅一個三巴辣椒醬呢，好正。如果你哋中意食阿陰餅一嘅呢，就可以試下一間阿陰餅一啦。呢一份呢係11蚊嘅，揾食嗰個，我哋下次見。